旧的救命送非洲台南场的活动，为即马开始到6月2号，有计募集到1万箱品质堪用的鞋啊，2万件旧衫以及1万个包包。市长为摕31日一透早，也赶到厝内底旧衫来到现场响应，同时也呼吁市民大众踊跃捐赠。鞋子整理过以后，所谓的整理过是里面有一些肮脏的地方，要把它稍微擦拭或者是稍微洗涤之后，然后整理完，把鞋带绑在一起，这样才知道是同一双，然后送来我们这边，那由志工再进一步来帮忙分类。那非常谢谢市民朋友们的爱心，也感谢国际纪录关怀协会以及慈济基金会的师兄师姐各位好朋友大家的努力。那希望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近零碳排节能减碳的方式。那一起来响应我们救鞋救命的一个慈善以及这个环境运动。除了响应活动，市长王伟特也特别留伫现场，协助志工朋友做伙将物资装柜。伫现场嘛，当看到不少民众揸着旧衫旧鞋来捐赠，暖暖心意，使人感动。我去买菜经过看到的，嘿，然后就想要来响应这个活动。对对对。所以你觉得这个活动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发挥爱心，嘿。市府嘛特别采购了大型的货柜，并画上台南400意象。届时将会装载着市民的爱心物资，送到非洲偏乡，予台南甲世界接轨。货柜落下物资后，也将改装为教室、诊所、教会，也则是社区关怀据点等公共设施，留伫当地使用。环保局长许仁哲表示，旧鞋救命送非洲活动5月31日到6月2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3点，伫安平安逸停车场接受物资。欢迎市民整理厝内底会当用的鞋啊、春夏的服装甲包包等，伫活动时间内亲自送到现场捐赠，做伙送爱到非洲。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